大家好，呢度係小宅男女嘅頻道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咧，返大陸搭地鐵嘅時候，到底可以有咩做啊？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返大陸搭地鐵咧？一搭咧，多數咧就會搭2-3個鐘，而我嗰次咧就直情搭咗4個鐘，可能4個鐘都算短添啊！咁呢段時間到底有咩做咧？我就返咗大陸搭地鐵。不如大家一齊睇下我有咩做。前有座山。山入邊咧有座廟，廟入邊有個和尚。有一日咧，呢個和尚同另一個和尚講：前有座山，山入邊有座廟，廟入邊有個和尚。呢個和尚同另一個和尚講咧：前有座山，山入邊有個廟，廟入邊有個和尚。你當時買冇做咩？影片就睇完咯喎，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啲受啟發呢？唉，話說咧，以上做嘅嘢啦，全部都係咧我喺地鐵嘅時候咧，好無聊嘅時候諗出嚟嘅嘢。
可能大家會有啲更加意義嘅嘢做嘅。咁不如咁啦，大家如果有諗到喺地鐵上面可以有咩做嘅，就不妨喺下面留個言，又或者將我呢條片咧就 share 俾大家各位朋友睇，然後又等佢喺下邊留言。咁多謝晒大家嘅意見先啦，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撳個 like 我呢個片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晒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